咱先来看这个花市建台满50周年，一路行来是出品着真侪好看的电视剧，咱就来回顾这个真好看的经典的戏出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不要离开我。 35年前，几度适应红来面的何无天甲李梦迪爱甲死去活来，互观众看甲目睭唔甘呢。逐集拢创下高收视率，拍开花市戏剧王国的时代。个女孩名叫婉君。小小婉君和因阿姑当作冲喜的新娘卖掉，伫花轿顶艰苦甲外马道别，这是31年前伫花市播出的经典戏剧。 婉君琼瑶时代就展开琼瑶6个梦的系列，阿且三蕊花拢拍做电视剧，更是当年的收视保证。霸气的包大人一声令下，为民除害，大家学了包青天，无论是余明还是金超群，拢有大家逐暝8点。 搁伫电视机前等包大人办案斩歹人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台湾头一出青春剧，嘛伫花市播出造成轰动。干煸酸菜。 是不是这样写啊？我的鞋！新学期才一开始你就这样欺负我！改编自日本红仔车流星花园，2001年伫花市9点播出，头一集就掠到真侪少男少女的心。演导的4位男主角伫台湾引起一股青春剧的风潮。当年伫新闻顶要办 F4卖场的见面会，因为来人比估计人加真济。开办前几点钟临时法庭，一手打造流星花园 F4。 青春剧高标柴智屏，更加以这出戏改变台湾电视的戏剧史。菲律宾啊，或者是泰国啊，他们都买去，然后重新配音，也非常的轰动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亚洲个国家他们就会开始注意到台湾。好，然后就变成好像都会觉得，哎，台湾是不是就是有很多帅哥啊，然后做偶像剧也很厉害啊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来关注台湾的一些。 电视剧，那也因为这样子，就是每个礼拜就开始有偶像剧的一些竞争，然后那时候就陆续出了很多的幕前幕后的人才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们非常好的事情。花市戏剧愈做愈有路，嘛捧红真侪演员，更加是金钟奖的常胜军。2019年的台语出《俗女养成记》就得到第55届电视金钟奖最大奖迷你剧集奖。 戏剧节目剪辑嘛得到肯定，女配角吴祖玉更加摕到最佳女配角。走在外面，很多人叫我国民妈妈，我还蛮开心的。虽然我未婚，我爱唱歌，我爱演戏，我希望大家继续给我机会，我还可以更好。 风评收视率拢真好的《俗女养成记》今年热天催生出第2季，冇可能卡响金钟。花市50年来，这部每一出的经典好戏，陪观众经过人生的真侪时刻，互人愈想愈滋味。